来看新北市三峡大坝溪溪水嘛重起，加强受过的利来做水泵山黄色警戒的区域。虽然佫毋是强制thiết立的红色警戒哦，也毋过区公所是表示讲，为了保障山区民众的安全，所以先安排民众先去安全的所在来避风台。 即个风台伫新北市的山区嘛落袂少雨，透过镜头会当看到这大坝溪这水位是规个提升起来。其实伫三峡呢有5个里20条这溪流，红的这是土石流、创世溪流的黄色警戒，所以山区部分的里民已经是前一暗先防撤离落山。 总是吸引游客来耍水的大坝溪溪底，因为风台来遐大雨冲刷，水流变甲非常窜流，溪水涨起来变成是黄落落。有居民讲，真久无看到水量这么大，趁着风雨暂停的时间来看卖影，好佳在并无伤大的灾情发生。下雨了以后有没有？它本来水都很干，水量较大，现在咱落雨了，即马水较大起来。 还好啊，没什么损失啊。你敢有造成什么损失有诶无？无啦，无。啊，鸡啊拢好安尼。嘿啦嘿啦。佮往上来到幽木里，一早路上是空闲闲，唯一出现的一台车是搬出里民当来饲鸡，包括幽木里在内。三峡总共有99个人为山区撤离，无法度移亲的里民，就安置伫山脚的汽车旅馆有31个人。公所表示，只要雨量达到标准，就启动撤离的 SOP。 是因为现在气候的一个异常其实不是我们人力比较可以预测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前就是料敌在先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。 公所指出，即届雨量逼近红色警戒，加上已经执行过挂界撤离工作，山区里民拢会当理解安全第一，配合多元。记者林永平组新北报道。